用國家演奏歲末歌曲，台南市北區公所舉辦聖誕禮金捐助儀式，送予北區國中小257名弱勢學生一份溫暖。市長黃偉綽親自出席頒發感謝狀，向所有熱心捐助的民間團體甲善心人士表達感謝。這可以說都是非常多來自愛心的各位好朋友的手禮啊。那大家知道歲末的今天天氣有點涼，人性也溫暖，氣候也比較溫暖。這個聖誕老公公哦，今天開車一路向北，然後一路來到我們的北區，然後那真的非常開心。今年活動結合開灣市第二療護安宮、開基目標、花園夜市啊管委會、北區商家、里長聯誼會以及善心人士等等，捐助現金總共225003。另外由花園夜市啊管委會以及蔡明先生贊助81400塊的消費券，嘛捐助6萬現金以及8萬兒童物資，予北區善牧紅嬰仔之家。超過40萬的現金及物資，來給北區257位的弱勢的學童，每一位低收可以拿到1500的現金及300塊的花園夜市的消費券。那中低呢，可以拿到600塊的禮金及300塊的花園夜市的消費券。捐助金額一檔比一檔更加多，希望因仔感受到社會支持，未來嘛會當把愛心傳達出去。東港也閣展現北區社區營造成果，進行社區的長輩再來山姑娘要出嫁表演，迎親場面是熱鬧閣趣味。鐘樓社區裡面製作出2粒立體的鐘樓實景地圖，讓民眾透過球形地圖來了解鐘樓的演變歷史，相當有創意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